现在去跟晚点去有什么区别？你怎么如此冥顽不灵？下去吧。皇上，要不您还是去吧。真的，我觉得这样我会被那些大臣的唾沫星子给喷死的。你呀，现在要是朕去了，岂不是长了那些老家伙们的威风？朕晚一点再去，不着急。嗯。多大人，王上呢？多大人，不必太过担忧，还有我在这里。东庭还在这里为太后守灵呢。王爷，您用过膳了吗？我已发誓要禁食3天，为太后守灵、诵经。王爷，您要不要喝点粥？不用，清茶足矣。爱妃呀，你要不然就先在这里小憩一阵。朕觉得还是去一下比较好。刚才朵大人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你叫那些大臣都怎么说我呀？那你就去吧。哎呀，我的小小扫把星，怎么了？还真生气了？你就再陪我会儿嘛。好，朕就再陪你一盏茶的功夫，如何？怎么了？朕突然感觉有些晕乎乎的，是不是太累了？不然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休息好了我喊你。
娘娘，进来吧。娘娘，王上应该过去了。皇上他睡着了。那奴才在门口候着。去吧。来人呐！来人呐！皇上，你醒了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王上，您睡了2天了。什么？快认真更衣。是。好。都怪我，都怪我，想让你休息的好一些，就没敢让龙剑叫你。不怪你，不怪你。太后灵堂一切可好？洛王爷在灵界守了3天3夜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要不是有东庭在那看着，真的太有失礼数了。王上，还有一事。什么？怎么样了？非常好，现在朝中重臣都对洛寒童颇有微词，就是委屈你了。你已经被他们描述成为一个祸国殃民的女人。只要能毁了他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？前朝重臣大司农和大司马昨夜被人暗杀了。他们是谁？他们都是洛寒童的心腹。难怪，我刚才看见他出去的时候就慌慌张张的。这是谁做的？是他吗？最近会有大事发生，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我。好。你也不要想太多，事情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糕。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过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可以放弃。好。
上，太尉刘大人来了。赶快让他进来。是。微臣拜见王上，微臣办事不力，请王上治罪。李维章、刘泽勋、石琛海，这几个都是朕最得力的心腹，相继消失，怎么可能？王上，微臣彻查了当夜当差的所有管家和侍卫，以及失踪大人们的夫人和丫鬟，没有查出任何问题。而且，这些大人们在失踪之前，没有向任何人透露又要离开之意呀。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要有离去之意，这就是你查出来的线索吗？你就这点能耐吗？知不知道他们是朕的左膀右臂？微臣当然知道，微臣尽了全力，可就是查不出来呀，王上。一定有内鬼，一定有。内鬼是朵大人？不可能。朵大人虽然在朝堂之上对我颇有微词，但是我知道他一介文弱书生，没有这个本事，能够将我的心腹全部杀掉。那是谁呀？敢杀王上的心腹，要有多大的野心呐，王上！杀我心腹之人，必给予我王位。啊，那是……不小，不小。东庭他，不论在朝堂之上还是私下里，都对我毕恭毕敬，处处维护我的利益，不争，不抢啊！那会是谁呀，王上？是谁想要害我？让我抓到你！我必将你碎尸万段！好了，刘大人，朕今日有些乏了。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彻查到底，朕就交给你去办了。微臣遵旨。荣坚啊，奴才在。朕有些饿了，你去集市上的中原小吃店，给朕买些糕点回来，还是桃花酥、杏仁糕和栗子糕。奴才明白。先生，现在死了这么多人，我越发慌张了起来。王爷莫慌，这几个人死有余辜。况且，他们几个都是洛寒童最忠心耿耿的心腹。如今他们死了，在朝堂之上，对他忠心的人就更少了。对，先生，你杀的？对。不过现在，我们还有一个人的命要取。谁？太尉刘大人。
朱先生，你怎么又吐血了？完结了。朱先生这个顽疾，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治愈啊？无药可医。之前是靠安子毅的药才撑到了现在。那朱先生可知安子毅身在何处啊？我无人行，天涯海角也要把他给先生带过来。他死了。那这世间就没有人可以治得了先生的病了吗？毒已侵入骨髓，无药可医了。我的命也就只剩20天了。20天？朱先生您。时间不多了。不用看天空，我也知道现在烟花是什么颜色的。为何？因为烟花的倒影都在师傅的眼睛里。这里。师傅，关心我也太重，不过还好，还是热烈。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，偏偏有一封放不下。身旁的远方，冷月融霜，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。我的思绪都是我，都是我对所有的原谅。雪越下越大了。我们进去吧。洛儿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帮你查清你家灭门的真相。真的吗？我既然答应你，就一定能做到。洛儿此生就这么一个愿望，替父母家人报仇。若师傅真能帮洛儿满足这个心愿，洛儿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当牛做马，都愿意还师傅这个恩情。以后，我就是你的家人。
有我在的地方，就是你的家。谢谢师父。诺儿记住，好好活下去。好。此前朝中大臣接连被杀，至今毫无线索。难道就这样成了悬案了吗？回王上，臣发现这些案件有一共同特点，就是案发时间均在深夜，作案手法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，可见凶徒武功极其高深。臣推测，这些针对大臣们的案件是有预谋的。有预谋？被杀的均是这些大臣，而其眷属却都安然无恙。那依刘太尉的意思是，这个凶徒只针对大臣？极有可能。若要让我抓到你，我定让你生不如死。王上，左大人，你有什么事？边境传来战报，我西戎边境屡遭北兴国侵扰，现已攻占我2座城池，大有攻打我西戎国都之势。废物！没有本王带兵打仗，你们一个个就都不行了吗？太尉，说说，怎么回事？王上，臣一直负责查案呐。防守边境的事是赵副将啊，王上。皇上，边境一直以来是由孙将军驻守，只因上次回京的时候得罪了王上，皇上便把军权交给了赵副将军。可这赵副将军只会纸上谈兵，故而丢失了2座城池。放肆，隋大人，你是在说王上的不是吗？啊！臣不敢。近日，我西戎各郡县突发鼠疫，而王上派去赈灾人员私自克扣、挪用款项，导致现在鼠患扩大，鼠疫流行。竟然有人敢在寡人的眼皮底下做此等卑劣之事！来人呐，将克扣鼠患公款之人给朕抓了！回王上话，拨款之人正是大司农李维章，此人至今下落不明。多大人，真累了。
这些事情你自己看着办吧。王上，臣还有事禀报。你定吧。看你们把王上气的，还有人臣之礼吗？啊！哼！诸位大人，王爷，不知可否去东庭府上一趟？去王爷府上。事关贵妃娘娘。王爷请。请。诸位大人，此番请诸位大人前来，东庭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众所周知啊，如今陛下身边最为重要的几个大臣惨遭陷害，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啊。然而呢，陛下却整日沉溺于岳贵妃的温柔乡，无心管理政事。此番下去，我西戎国的将来将如何自处啊？简直是昏君！皇上，难道都不为自己的子嗣考虑吗？那个女人身体，听说一直不是很好，不能圆房啊。不仅如此，自从那个妖女成了贵妃，我西戎就国运不顺呐。此女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呀！实不相瞒，东庭心系国家，如今我们朝廷政局动荡，中原势力也日益壮大，现在实乃是内忧外患，所以我们需要联合起来，向陛下施加一些压力，让陛下早早的去脱离这个女子，不要再沉溺于温柔乡，早日参与政事才好啊！来，楚神医。见过洛王爷。楚神医不必如此拘束。诸位大人，这位是楚神医，是我在白马寺结识的少有的能够占卜未来的大师。这个是我根据这些年的日月星辰走向所做出的一个判断。大师，可曾看出些什么？这西戎王室之中，一直有一个人在断王室的命脉。此人是谁？此人应在后宫之中。后宫之中，可是个女人？是个女人，并且这个女人是个狐妖。如果让她继续留在王上身边，只怕这西戎迟早会亡国。果然是她。那个贵妃，后宫只有一个女人，定是此人。不行，我们要铲除这个妖女，不能让王上再受她的迷惑啊！那我们该怎么做呢？狐妖怕火，我们只需一把火烧了它，
他便会魂飞魄散，从此也再无法作乱西戎。好，多谢出神医。那就劳烦诸位大人了。定不负王爷所托。一切都如先生所料。王爷，到了最后的时刻，小兔子，小兔子，别跑呀！好可爱呀！是啊。洛儿，哦，师傅，怎么了？这是谁的衣服？安大哥的呀。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换上男装比较方便嘛，我就跟他借了一身。以后不许穿别人的衣服。可是穿男装出去玩才方便啊。以后只能穿我的衣服。怎么样？陆东天已经暗地里收拢了大批的拥护和支持者，那些顽固不化的，都已经被他暗暗的除掉，或者被收买了。没想到那个陆东庭办事居然这么厉害。洛寒童还以为他只是吃喝玩乐的和事佬。接下来，你也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无论有多少委屈，哪怕危及生命，也都要淡定。然后，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在自己和陆寒童的身上，激怒所有人对你和他的不满。好，只要能铲除陆寒童，我就是死也不怕。一切都在骆东庭的掌握之中，别怕，我会在暗中保护你。但是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是不会出手的。好可爱呀，小兔子，别跑呀！你看，哎，别跑呀！娘娘，小兔子都抓到了，放这里面了。小兔子呀，真的好可爱呀！大胆！娘娘的寝宫也敢闯吗？抱歉了，娘娘，您得跟我们走一趟了。好呀。娘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别担心。走。哎，娘娘，娘娘！怎么办呀？找皇上！
来你们是想烧死我呀？你这个妖女，死到临头了还笑！大师说过，你就是狐妖，烧死你，我们西戎就太平了。唉，身份被看穿了。好吧，我是妖，我承认了。大师说的没错，短短1年，西戎3度易主，边关战事接连战败，国内鼠患频发，百姓苦不堪言呐，皆是你的妖术所为呀！对啊，就是我做的法事。怎么样？你休得嚣张！你们王上的心已经被我吃掉了。王上的心啊，都是我在控制你。你这妖女，这道符就可以把你的法力全部封住。你就不怕我烧不死？烧不死，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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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人，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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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！你们如果烧死了我，你们王上就没有心了，你们就又要立新君了。这个妖女原来早有准备，即便如此，我也要试一试。烧死他！烧死他！我看你们谁敢动他！王上驾到！参见王上！王上，王上，王上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这位娘娘，她实乃狐妖转世，只有把她烧了，化为灰烬，我西戎国才可太平啊！荒谬！多大人，狐妖一说，连你也相信？王上，你的心已被这狐妖所蚀。对不起，都是我害了你。王上不可！王上，这妖孽都亲口承认了，我西戎国国运衰败，皆是他施的妖术啊！都给朕住口！伊洛塔不是什么妖女，她是本王亲封的贵妃。你们为何要执意逼朕啊？若你们继续如此，休怪朕无情。王上，你的心已经被他吃了，所以不要再糊涂了。王上三思啊！本王要带他回去了。王上不可！不可呀！王上！昏君！昏君呐！皇上，皇上。
心。妖女，甚至都不惜将自己烧死吗？为什么？我还是低估你了。大概是我太盼望和你在一起了。所以才被你骗了这么久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罗寒童，我要和你鱼死网破。鱼死网破。哪那么容易？我在门外部署了重兵。你哪儿也别想逃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皇上，太尉刘大人来了。
微臣拜见王上。查的怎么样了？王上英明，料事如神。昨日散朝后，洛王爷竟邀群臣到其府上相聚，而今日下午就发生了火烧贵妃的戏码。刘大人，东庭这个人留不得，我要他明早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可否能办到？微臣定不辱使命。我就在这里等你的消息，去办吧。微臣告退。冲进去，围起来！刘大人来了。洛王爷，你的死期到了。本王今夜等的就是你啊！妥太，你们炮军，娘娘，皇上有令，您不能出去。闪开！娘娘，什么人？娘娘，时机已到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骆东庭带兵谋反了，您等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娘娘，还不快去啊！东岩，我承诺你的自由，现在来了。谢谢娘娘。拦住他！
我不是要你。明王后卧薪尝胆，忍辱负重，微臣都知道了。洛寒童呢？我还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你知道，刚才一群人围着我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就一个想法，那就是活下去。活下去，和你这个扫把星再见一面。你可知我处心积虑的装疯卖傻，就为了有一天能将你千刀万剐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弄死了你的孩子，恨我杀死了你所有亲近和爱的人，恨我将你所有的希望和爱都夺走。可是，我觉得值得。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会留在我的身边。当我知道你失忆的时候，我就在心里发誓，我发誓，不管有多少人阻止我，我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把你留在我身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就非你不可？我总是时常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场景。去哪儿啊？山。王嫂，我们今日一别，怎么这么快就忘了？是你。中原郡主和亲逃跑，我作为这个国家的二王子，自然是要帮哥哥追回嫂子。那个晚上，你求我，
求我，让我带你去找你师父。算我求你了，让我回去吧，求你。你流了一滴泪，那滴泪是我洛寒童今生今世见过最珍贵、最美的一滴泪。皇上，皇上！我曾幻想，有一天你随我出宫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带我离开？你说什么胡话？我是认真的。你疯了？我没有疯，我很清楚自己在讲些什么。我也知道来到西庸之前你都经历了什么。也许骆红影可以用他自己的方式来留住你，但我知道你一点都不爱他，而且你一点都不快乐。不快乐又能怎么样呢？况且我已经怀了骆红影的孩子了。怀了孩子又如何？只要你愿意跟我离开。我知道我给不了你想要的感情，但是我可以给你自由。我会保你把孩子平平安安的生下来。陆寒童，你刚才这些话什么意思？我可是你王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说这么放肆的话，枉我把你当兄弟一样信任，简直不可理喻。有什么不可理喻的？朱彻可以爱你，骆红影可以爱你，我为什么不能爱你？我洛寒童爱你，就是为了给你自由。今天这些话，我再也不想听到第二回。今天我就当没见过你。我一定会让你幸福，一定不会让你流泪。可是我却总让你流泪。你流的每一滴泪，都是我心里滴下的血。我知道，这辈子我做不成那个唯一让你笑的男人了，那就让我来做那个唯一让你哭的男人吧。让我在你的心里
上最深、最重的一道疤。皇上！不要再过来！死在你手里，我很开心。这个禽兽！因为你才是我的天下。皇上，皇上！